開個圖睇下咯。咁啊，先睇恒指嘅圖啦。太多時間。日線圖、周線圖啦，兩個支持阻力之間夾住咗，前面上嚟呢一段橫向上突破，回測返個中軸，橫向上突破啦，到咗阻力25,000回返落嚟，退返橫中軸再踩上去，呢種連續碎嘅動能上到去27,200左位置，同埋25,000之間嗰個支持做一個橫行。橫上方27,000出現27,200出現假突破，頭肩頂落返嚟，咁價格到咗個橫行嘅底部25,100左緊。咁開盤嘅時候價格就喺呢啲位置啦。4月1小時圖，橫行嘅底部咗個雙底，雙底有個兩頂嘅橫行啦，橫行中間有個中軸，中軸搭禁區618位置，一段動能出嚟之後，預計佢喺呢個位置佢有個阻擋啦，橫頂部一個禁區，受制於呢個禁區價格向下落返嚟。咁呢一個位置咧，預計佢係會回到618向上彈再落，或者618呢個動能嘅618位置。如果收唔到向下突破嘅，咁我回測再落，做一個震盪或者下跌趨勢，或者喺呢個618位置做個震盪橫行，然後向上或者向下啦。咁我睇返 HK50啦，HK50就見埋期貨嗰個階段，正如頭先所分析，呢段動能嘅618位置有個禁區，有個中軸。今日呢一段落嚟嘅震盪都係偏碎同偏窒，唔係一啲好清晰連續向下嘅動能。咁直到呢度嘅時候，向下嘅動能開始比較明顯啲，但係隨即星期五上升嘅一段動能抵消咗啦。上升動能呢段抵消呢啲向下嘅動能，同埋同一時間破呢個結構本身low high 咁啊，變返咗個擴散嘅形狀。開局915930，開局嘅時候就喺呢個價格喺呢個灰色嘅橫行嘅中間，915向上做個洗倉洗緊呢個平頂，洗完呢紮平頂之後就抽針向下落，930一支向下突破。當時考慮向下突破就諗向下突破回測咯。今日都見到呢個突破位置有個禁區，然之後再出支突破巴，衝爆呢個底部，呢個平底。
咁見呢度個位置咧都有支針嘅，呢支針就係之前嗰個假突破個位置啦，就呢支針對應呢個位置，開始向下915、930向下啦，上向順勢向下突破，咁回測禁區。咁由於佢太接近呢個橫底部同埋中途嘅618位置，咁所以我選擇觀察，而且佢使咗呢個底部啦，咁上返嚟，咁佢618位置咧，當時我冇選擇切入嘅，咁如果切入嘅話就咁樣守返呢度打下邊，打返272或者打返呢個平頂都有平底都有1.1，一比6.2，咁最後回踩禁區再落到呢個前底向下突破，然後一個吞沒2B 收返上嚟，連續3、4支陽燭都比較強嘅，咁呢一段動能被抵消啦。當時上得咁高咧，就考慮佢已經係有機會一係上升趨勢，有機會觸發一個上升趨勢啦。In case 佢咁樣跑法，或者先係一個橫行破結構破慣性嘛，咁有機會橫行。咁由於佢簽呢個咧，考慮佢做個橫行咧，咁我就喺個橫行嘅呢個位置，呢個禁區就守呢個頂部，咁有機會預佢做一波下跌嘅回調，然後下邊再接上去。假設佢打到呢個位置，同一時間有機會共鳴呢一段嘅618，就係之前嗰個前底位。咁要做個掛盤，買跌同時都考慮佢有機會唔踩到咁深，或者踩呢個紅色線呢一個橫行底部，亦都係之前937呢個未差啲支針呢個位有機會咁樣上，咁所以比較保守。如果佢一接咗個盤之後再落嘅話，就推 BSP。最後佢係踩咗落嚟先上去，由於佢呢個淺回調，所以當時都冇取消到掛盤。咁佢呢個位置切入咗啦，出咗個陰燭有反應。咁呢度見到佢一個向上嘅動能比較強，做個淺回調。咁如果用呢一段動能計咧，呢個618的共鳴禁區、共鳴呢個換位置咧，咁有機會觸發一段向上，可能洗埋呢個頂，再向上打。咁所以呢個時候咧，就推 VSP 推咗啦。試下呢個先，擋住個字。618向上突破，回踩禁區。最後上返呢個位置啦，到埋272啦，915個頂，再回嚟落返踩返呢個禁區，踩多一次，向下嘅禁區被收復啦。咁跌唔落就有機會向上啦。呢個 VSP 咗。咁由於佢呢個位置喺個橫嘅中軸入邊，同一時間都一個再高啲嘅話，就跌斷個618個位置啦。咁所以都會警惕佢係咪一座橫頂度做個假突破。觀察個動能，究竟
會唔會好強？如果佢好強向下落嚟洗再落，咁有機會呢個位置做個掛盤。咁否則嘅話咧，咁有機會向上突破，踩返呢個橫行頂，再向上，或者踩低一級呢個位置再向上。咁呢一個最後個禁區喺呢度啦。咁但係發力衝上嚟嗰個禁區就係呢一個位置，向上突破爆開呢個，由呢個再向上發力爆開呢一個。咁就觀察價格嘅變化。呢度仲有個平頂仔，個平頂仔有個細橫行。咁呢度做一個掛盤嘅，咁當時係守呢一段拉呢段啦，618禁區位守返呢個底部。咁如果佢落到咁高嘅，落到咁低嘅時候，有機會係做下行趨勢嘅。In case 佢呢個比較有力咁樣劈落嚟，然後再插翻上去。如果佢落到咁深，再向上彈嘅時候，再考慮有冇機會做買跌。咁但係一屆大局上、中局上咧，中局上呢個 M15嚟㗎嘛，M15 H1 係一個618禁區位，咁有機會向上啦。咁 M15佢都有個橫行底，橫行底出嚟，咁兩個因素都係指向打上面呢個長方形嘅橫行頂部。咁所以佢一日未瓦解或者未有強向下動能嘅時候咧，都係臨偏向買升先嘅，特別915被收復之後，呢度都見到個吞沒，呢個吞沒陰燭吞沒咗陽燭，出邊有個橫頂部嗰個橫行嘅禁區向下突破。咁但係由於佢上面有個平頂，同埋呢段動能唔係特別強，所以冇買跌。直到呢度2B 幫佢加分，吞沒加分，然後呢個動能向下開始比較強啲啦，比前面呢幾段都係震盪。去到呢度下邊個禁區，呢度做個吞沒。當時有考慮要唔要呢一段動能出現之後，再回落呢個位置做加注嘅，但考慮時間嘅因素啦，11點，所以冇做到啦。咁結果價格衝返重嚟啦，咁呢段抵消咗已經否定下跌啦。咁一係橫行，一係繼續上行震盪或者上升。下一段強嘅趨勢，呢度做一個窄幅嘅三角淺回調，時間調整，向上突破，回測呢個平頂仔，奇形突破。咁當時入咗之後，呢個 TP 位就係擺喺呢個位置啦，呢個禁區位，針底針頂呢個。要同一時間共鳴呢個頂，咁啊冇擺到去到呢個時候就 set 咗 alert 呢個位置食咗啲嘅，跟住剩返嗰個就由佢放飛擺喺推上面，咁就上返嚟。當然價格過破呢個頂嘅時候，見到呢個位置，
咁喺個前頂位置啦，呢度結構上推咗個 risk-free 咯，咁呢度食半，下邊冇推，咁上返呢度食埋個剩返0.1，咁你一注就呢度推咗 risk-free，呢個就食晒，分你兩注切入嘅。咁價格最後喺1點鐘向上突破啦，上到27,25,700，跟住早前嘅。咁我回顧返今日嘅 trade，開局嘅時候先用大局判斷，位置618禁區橫行中軸，潛在向上升嘅劇本。細圖橫行底一底兩底走落過嚟嘅時候，有機會2B 直接呢個係直接呢度2B 回測上，然後放細啲佢 M3 M1 嘅時候，價格喺上面洗咗呢個平頂，踩咗個中軸向下落930清晰向下突破，用呢個時候夠快反應，呢度直接突破位掛住，直接攞呢個位收呢個頂打落嚟，即橫底個1對1比1.69，如果係前面個針位2.34，咁呢度其實可以直接考慮做個切入嘅，但係基於向上考量就冇做啦，呢個冇問題。咁就佢睇到呢個頂再上返嚟喺呢個禁區度，其實都可以考慮做掛盤，但係相對 RR 就冇咁靚，因為呢個手一定係收返呢個針噶啦，1比5.5度，係啦。咁由佢呢個上返呢下個陽燭係比較強嘅有力度，唔係話窒碎上嘅。咁之後佢踩禁區再落啦，咁落返嚟再洗多次嘅底，然後再出一個都係比較強嘅呢兩段陽嘅動能。咁啊買跌嘅話就唔可以考慮咁順勢啦。上返嚟判斷佢用呢個禁區，咁啊我諗返嚟上返嚟就唔可以考慮跌咁順勢啦，都仲有機會向橫行向下震盪啊嘛。咁有呢個位置掛盤橫行底橫嘅手橫個頂，用禁區切入。咁我哋買跌，但係要知道佢升嘅劇本，有機會衝上嚟破結構踩呢度上，或者再踩深啲上。咁我哋就睺佢，如果係回到比較深啲劇本嘅時候，就舐佢嗰個空間。最後佢冇回到咁深，就踩呢度紅色線就上。咁我哋都知道佢有機會係行呢個上升嘅劇本。咁就呢度推 risk-free，咁呢個做得非常好。喺後邊呢度上嚟冇即刻急住2B 落，選擇觀察。咁而呢個切入共鳴點都足夠618啦，呢個前面個禁區換咯。咁啊守返下邊呢一個位置，咁都有啲運氣成分嘅呢度，冇比較細到，但相對合理性都係有啦。前面一段強趨勢千回調，跟住呢度一個上升趨勢618回調，咁跟住落嚟就應該係一個橫行偏向上震盪嘅嗰種跑法。咁呢我就守咗呢個位置。咁總體嚟講，今日個思路同埋切入都係 OK 咯。